睇咩啊？呢日校長衰貪心，搞到自己發雞瘟。點解會搞成咁？因為佢飲咗自己侄女晴晴精心準備嘅百雞齊名獨立粉，呢隻粉就鳩屎啦。係由100隻雞嘅雞頭、雞尾、雞心喺烈日之下曬足749日磨成粉，再加少少哥士的，只要食咗佢啊！原本呢種嘢係為佢哋要嚟嘅新老師準備嘅，啱見到新老師李大春，倫文序就發現佢竟然同當時喺荒山野嶺見到嘅嗰個人好似。呢條友當時俾一班陰陽屎忽鬼追殺，仲未知發生咩事，連自己都俾人劈埋一份。我路過咋。之後佢兩個就夾手夾腳打飛咗隻屎忽鬼。倫文序想搞清楚點解佢會俾人追殺，可惜條友睬佢都生臭狐，望都唔望佢一眼。呢個冇家教咧，都唔係冇收穫嘅，喺度竟然俾佢執到李大春跌出嚟嘅錦衣衛玉佩。喺晴晴嘅眼色底下，倫文序將湯交咗俾李大春，點不知俾校長發現咗。你班麻佬，我教咗你哋咁耐，屎水都冇滴俾我飲啊！校長話拎佢出去倒咗佢，結局就可想而知啦，即刻就雞蟲上身。之後李大春就帶領大家專心備戰嚟緊嘅校際大賽。今次有倫文序同柳先開嘅加入，相信比賽肯定實食冇黐牙。好景不長，倫文序呢晚俾人捉咗去大檔，話佢阿媽差落周身貴利數未還，要捉佢去做雞。仲讀緊書嘅倫文序邊度有錢得㗎？唯有打感情牌啦。世上只有媽媽好，先着朋友一齊唱啊嘛！有媽的孩子想着跑。你做咩啊？可惜貴利佬肯定唔屌你啦，照樣捉佢老母去做雞。咁冇辦法啦，倫文序拎出佢執到嘅錦衣衛腰牌，打算拋實佢哋。點不知俾一直追殺緊李大春嘅光頭書生見到，佢跟蹤咗倫文序出去，要佢講出李大春嘅下落。倫文序冇照做，就俾佢狠狠地咁濕咗一鑊，仲揾屋嘢嚟插住佢個囉。好彩喺關鍵時刻，李大春出嚟救咗佢。經過今次之後，李大春嘅位置亦都暴露咗。就喺校際比賽呢一日，呢隻屎忽鬼又出現啦。同我叫李萬龍出嚟。原來李大春就係李萬龍，為咗保護八王爺而俾呢班東廠嘅走狗追殺。佢哋捉咗晴晴，威脅佢哋要交李萬龍出嚟。冇辦法底下佢唯有現身。最後呢隻屎忽鬼將佢帶咗去光頭書生度。一嚟到，光頭書生懶咁叻咁問佢食咗飯未？點不知李萬龍話屎由得你食。好，夠爽快。好地地辣慶佢做咩呢？好順理成章兩個正式開打。倫文序同柳先開因為擔心自己老師嘅安全，比賽都冇去到過嚟幫佢。佢兩個夾手夾腳搞掂晒身邊啲魚毛蝦蟹之後，就一齊嚟圍毆光頭書生。佢兩個過晒嚟，咁比賽嗰邊點算呢？好在喺問答比賽上，晴晴僥倖答啱咗最後一題，贏咗第一個回合。但係喺第二回合嘅掹大籃比賽上邊，簡直係冇還手之力。而家只係剩翻最後一個回合啦。翻到嚟光頭佬呢邊，佢真係驚都未驚過。你哋應應地就將八王爺交翻出嚟，我就放你條生路。佢個樣好衰，佢個口好臭，佢對眼好靚。咁佢又真係冇吹水喎，話口未完就插中咗李萬龍個囉，真係睇個表情，我以為佢好享受添。佢哋三個聯手都唔夠光頭佬打，但係俾倫文序發現到佢嘅弱點，就係佢對自己個光頭極度自信，下下都中意攞個頭嚟頂。呢個頭擘定我碌插眼。就係咁，條友硬生生就俾碌杉頂傻咗。學六十八掌，虎鶴雙形，呀當軍勢，呀彈指神功，如來神掌，呀萬佛朝宗，我天外飛仙啊！煮走埋添，搞掂咗呢邊，佢兩個即刻趕翻去比賽。啱好嚟到接力比賽嘅最後一棒，通過倫文序同柳先開嘅配合，喺最後關頭實現咗反超。名校終於經過20年之後再贏到一次校際比賽，而喺3年後，倫文序亦都如願高中成為廣東第一個狀元啦。故事到呢度就結束啦。之後佢仲終於可以還自己嘅心願，去咗少林寺學功夫，仲同自己改咗個好架勢嘅名君寶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期再見。